动物在这里游曳栖息。夏日花湖一碧。Rasio TV Zim Ken to Panama. Nano Sanjir come to the thing on Don the Bat Yamina. Zetanji and Kuntuna. Nano Taxan Yaji, Chet Latin Donzima, Danzan Vontrin. Now in a Nabi was to the Chalunga, Chalung Hisashi, Linton Donzima, Victorian. Duncan Jobonamba. Nano Ayang Ginger Kisipi, Lenson B, Donzamba, Robat. 在那儿，俺娃看了年轻看个50根成了面，第二三位恰成的那种，当时三位严成的那种，我们叫粗位阶段的那个人，三节跟通，却等俺也玩得了三根。Amdu arngawi mairje takshan Amdu arngawi nochilje ramo Takshange arngawa Chotangayi lehunge jenzong Arjemji je wom的那有，我那里je rat的那有。Den tunjar jaka de nayo Chamdi hipsha chotang ngaye tunjar jabr Mipu dormai gayang sta nyemo Gentle joker je stang stun jerku Jesi junge halawa da ma Gayang jen jerku 确等我也的心之安总。俺娃看了年轻看个50根成了拉子不干事些。这是一首吟唱在中国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诗，壮美而悠远。这是一幅镶嵌在中国四川北部的画，纯净而多彩。这就是若诗若画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若尔盖地处四川、甘肃、青海3省之间，是四川省通往西北省区的北大门，川西北汉藏文化的交汇地，连接川甘青3省的民族走廊。藏、汉、回、羌、彝等12个民族，近8万人，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8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埃克瓦尔在《西藏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说，这块土地本身和它的整个地平线一样，
无与伦比。今天，我们眼前的景色仍如诗画一般美丽。这里生态环境优美。若尔盖是世界最大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和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这里有湿地439.58万亩，1212万亩草原，240万亩森林，森林草原覆盖率达91%。白龙江、宝座河、黑河等70余条大小河流遍布全境，全域水质良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8%，享有“中国最美高寒湿地草原”、“川西北高原绿洲”、“地球之肾”等诸多美誉。这里自然资源富集，251种野生动物，1162种植物在这里繁衍生长，是四川梅花鹿、黑颈鹤、大天鹅、小熊猫等51种珍稀动物的美好家园。这里盛产贝母、虫草、雪莲花等10余种名贵中药材，储存有泥炭、煤、油、金等30余种矿产资源，其中泥炭资源储量达70亿立方米。这里农牧资源丰富，常年养殖牦牛、绵羊、马、藏香猪等各类牲畜130万余头，是中国3大名马河曲马的故乡。有若尔盖藏系绵羊肉、牦牛肉、河曲马等3项地理标志商标。马铃薯、高原菜油、藏香猪等10余种有机食品，高原之宝系列乳制品，团结大黄等产品远销港澳、日韩。这里自然风光壮丽，逶迤黄河，辽阔草原，梦幻湿地，美轮美奂，令人心旷神怡，是中国红色旅游精品区和大九寨国际旅游核心区。黄河九曲第一湾，茫茫草原与九曲黄河在浩瀚的蓝天下相遇，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画卷。夕阳西下，古寺白塔，簇簇帐篷，缕缕炊烟。牧歌声声，骏马驰骋，在水天一色间铺展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神韵，吟咏出一曲天人合一的美丽交响。中国最美湿地花湖，以百鸟归巢、草海盛景、闪电晶莹、呼唤霞衣、花湖晓月等景观闻名于世。湖内及湖泊周边藻类、苔藓、蕨类等植物丰富，高原鳅等15种濒危鱼类，黑颈鹤、玉带海雕、大天鹅、小天鹅等10余种珍稀动物在这里游曳栖息。夏日花湖一碧万顷，繁花似锦。秋天的花湖，天高云淡，浮光跃金。一年四季，每个不同，唯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亘古未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中国第2大草原和4大优良牧场之一的热尔大草原，
蓝天白云下，320万亩青青碧草，绚丽花海，伴随着悠扬牧歌，勾勒出一幅广袤、深邃、苍茫、壮美的草原风情图。群山环抱中的降渣温泉，有大小泉眼50余处，泉水清澈如镜，富含氡、硫等多种矿物质，被广大藏族群众视为强身健体的圣水，是远近闻名的神圣吉祥之地。朗木神居峡，地势险峻，风光旖旎，与朗木寺相融相生，法鼓之声、锣号之音交相辉映，被中外游客称为东方小瑞士。扎萨格峡谷，微风兀立，怪石嶙峋，洞穴众多，是一处以变质火山岩为主的奇特高山峡谷景观。这里以格萨尔王的传说和雄险奇秀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目光。这里文化风情绚烂。若尔盖古代为西支河区羌戎之地，几千年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孕育了若尔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杜迥节是若尔盖龙洼寨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节日。每年藏历5月初4，村民们着盛装，吃素食，齐集阿尼肘间扎嘎神山脚下，诵经祈福，煨桑祭祀，堕马送温，汤药洗礼，祈求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每年7月冬春夏秋之交，若尔盖草原上的人们还将举行雅敦节。他们选择良辰吉日，带上帐篷和美食，到风景秀美的草场湖岸，或观光赏景，或骑马射箭，或载歌载舞，或大快朵颐，或篝火锅庄，感恩大自然的恩赐。走进若尔盖，神秘厚重的藏传佛教文化，风味独特的藏家美食，琳琅满目的服饰工艺，惊险刺激的体育竞技，淳朴热情的待客习俗，风格独特的歌舞戏剧，古老精湛的手工工艺，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还有那流传于民间的格萨尔王传说，会让您感受不尽草原人的豪放与刚毅，淳朴与多情，感悟这片土地上熔铸的丰厚人文精神。浓郁淳朴的民俗风情与丰富多彩民族文化交融于若尔盖山水之中，令人向往沉醉。若尔盖也是红军长征圣地，中国工农红军
城南巴等根中南巴，小手村的偏偏他这个有么分担南巴？大家年轻出去等，咱们可说呢，俺做他懂了这个准备，当肯中国南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莅临壮丽70载阿坝普华章阿坝州广播电视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暨阿坝安多藏语综合频道开播典礼的活动现场。第二个提出，龙我登记是或者跟拉我们。第三个比俺们等到就几比，俺们可是当中国年轻肯给，中国三万和你呢龙可是登记龙把的定制就完等啊。俺们我可能成了么东国这边，咋个也能是别把的，俺们本地是。大家好，我是阿坝州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建。我是阿坝州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瑞雪。我可是杨中国年轻肯个连村当中把出去这个多人。我可是杨中国年轻肯个当中把对怎么样？70载披荆斩棘，从《义勇军进行曲》到《东方红》，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伟大的祖国始终演奏着时代最强音。70载砥砺奋进，伟大的祖国带给我们的是和谐与安康，是富饶与兴旺。别人和那亲近咱成我了整理。中间大兴的比个来人人，别人差这个老大干了这里，怕啥怕有，对生就比矛盾些。是登记之后呢吧，多了的你都觉得，让这个怕他们么的了，人那龙去的地方啊，电视的花拉肉味，这的你们还你有的。70载寒耕暑耘。阿坝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如今，踏着时代的鼓点，和着动人的音律，阿坝州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加紧建设1州2区3家园，积极融入一干多支5区协同发展格局。意气风发，走在康庄大道上，在天地间奏响动人的旋律，谱写壮丽的华章。娘你一分钟难吧，多了的你都觉得，这个挪威王子的，接这个你王子的像你，恰回来这个什么大上地比，顶着了这个。贵不了我吃难吧等，跟着难吧，这等级单坑中国难吧。多个俺做做个个啷个多等做呢？俺做年纪的老亲的每日的冲个是。今天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首先，隆重地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晚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分别是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兴，四川省广播影视民族语言译制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康巴卫视副总监易西彭措，安多卫视副总监财相，若尔盖县委书记泽尔登，若尔盖县委副书记、县长于开勇，若尔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万里，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林清，州文联党组书记江平，阿坝州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袁礼忠，阿坝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亚东，阿坝州广播电视台总编辑马吉利，阿坝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春梅，州编译局副局长阿根，
阿坝日报社副总编贺波，州民宗委副调研员嘎瓦，还有13县市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和若尔盖县副县级领导也应邀参加了我们今天的晚会，欢迎你们！谢祝佩佩的感谢。今天我们活动的现场还有阿坝州的父老乡亲们，欢迎你们！欢迎！人都是给我们分担的吧？别人啊做做给啥东西木旁边你很多准备，妈因为明天进城跟啦，扎起个点进去。人在城市的这个大路完吧？电动那个做参的你多公个专注的，来当不可能啊！娘是注意。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个篇章——致敬。阿坝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改天换地的恢宏历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天地英雄记，千秋圣凛然。回望过去的烽火岁月，阿坝各族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在呼吸这位罗姐姐也那么人么的，更加瑞我朋友更拉多进，咱们红灯这位本大的个300斤。人民的佛法全部等到就比罗大人么的人，是个那个龙树的个老人站进的，咱真的我的准备分大的个错话的。这里的雪山是革命的雪山，这里的草地是战斗的草地，红军长征在这里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谱写了豪情壮志的英雄史诗。此时此刻，让我们向所有英勇的革命先烈们致敬。这联盟用大整理，那这年目不得冷走，冷地的不我的这。不理解住，哎呀，这理解。那这年这个的，很不起码跟这个多那个，那更加我咱们用到什么嘞？接下来，让我们用歌舞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敬意。首先有请藏族新生代歌手仁真卓玛为大家带来心灵的旋律，有请。有请。Jika macam haji tanga, gergelang kerto kayir makwanda na ba cinabi kengkenzang. 家。
每部挂正战机特级里冲坑，现在呢，无路南机所地了几位让你能的，每次的全部的主动作弊和拉苏的这边了，每次人疼我比也是去才弄当这有，每次的全部的主动作办呢，这工程单位更是个整个让你的动人机你路。每次的单人机所中等，给人在比俺们都动人出版些影响，动人出版的。俺这个动人把环棍等，多里是我给人拉点你，等出去工程做嘛用，工程我用就认真的，所见等话吃，也是等相子，真做说出事怎么办呢？动人出版的恰起熟悉的。接下来有请来自红源的马萨成祥弹唱乐队和尔马豪英依次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有请。呀啦
说不够的自豪在心间。祖国啊祖国，我最亲爱的母亲，道不尽的祝福在心间。祖国啊祖国，我的祖国，56个兄弟姐妹肩并着肩。祖国啊祖国，我最亲爱的母亲，56个兄弟姐妹心心相连。吉祥的太阳升起来，吉祥的太阳升起来，吉祥的云朵似飘带，吉祥的云朵似飘带，吉祥的舞蹈跳起来，吉祥的舞蹈跳起来，吉祥的歌谣，啦啦啦我有喜悦。好，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也非常感谢你们热情的掌声，谢谢。接下来再把一首我自己的歌曲《儿马姑娘》献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同样的喜欢，也衷心的祝愿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扎西德勒，拿金拿路。在那白白的云朵上，杨柳托起了初升的太阳。美丽的儿马姑娘，你在为谁歌唱？在那滔滔的岷江畔，你的歌声打动我心。儿马姑娘，是我梦中的新娘。姑娘跳起了撒浪，像羊角花开放，粉团献给了雪山，雄鹰晃起我的坚强。姑娘跳起了撒浪，像羊角花开放。献给了强摘，大酒祝愿幸福安康。在那白白的云朵上，杨柳托起了初升的太阳。儿马姑娘，你在
歌唱，在那滔滔的岷江畔，你的歌声打动我心房。美丽的尔玛姑娘，是我梦中的心愿。姑娘跳起了撒浪，像羊角花开放，人帆掀越了雪山，雄鹰唤起我的坚强。姑娘跳起了撒浪，像羊角花开放，人帆掀越了强拆，洒酒祝愿幸福安康。姑娘跳起了撒浪，像羊角花开放，人帆掀越了雪山，雄鹰唤起我的坚强。姑娘跳起了撒浪，像羊角花开放，人帆掀越了强拆，洒酒祝愿幸福安康。作为多民族地区，阿坝州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无私奉献和援助。特别是遭遇5.12汶川特大地震和8.8九寨沟地震以来，阿坝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是党和祖国让阿坝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悲壮走向豪迈。如今的阿坝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在节节攀升。嘎这个老大得得了，俺去花娘秀等，都在这个地位，人兄弟去日里说你，俺去我们这里家看等，政治个冷上，确实么单比过你等就是。都是进坡你是说的，从心底打破你的拉直的吧，但是进错啊，样的就是像啊，喷错就那是龙血的，做的风你有的。目前，泉州干部群众正饱含民恩奋进、知恩图报的感恩情怀，塑造人人知恩、人人感恩的社会风尚，把感恩情怀转化为建设阿坝、加速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亲爱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怀揣一颗感恩的心，把极具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送给大家。兄弟，是做联过去了，把正错比前的，没得个个前期单比，垃圾搞这个招这个小比，哪怕是听得懂场比没得些。
是
帕米当比挂正记，俺从等到小比求什么日里正等，帕米当比咱正记，俺从第二的花拉罗维先吧，样样觉得。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由斑马错带来的《献给母亲的歌》和陈永虎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Karachi, Nabalanji, Bomodele.
深路，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嗦呀啦你嗦，嗦呀啦你嗦，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你是我温暖的家，我在你的怀抱里幸福地长大，是你为我铺满鲜花盛开的路，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追梦者的舞台。无数奋斗者用实践证明，只要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能创造出来。当前，泉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新时代治属新川的战略部署，描绘了建设一州两居三家园的宏伟蓝图。第6就比公都的年度，检测3准备拨办的年纪。这比样他们干完东西更啊，做这个心情呢，得觉得哗啦rol了。日月不肯迟。40相催迫，在这样一个属于奋斗的时代，我想唯有努力与拼搏才是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所以，我们要以克难奋进的勇气和实干担当的精神，沿着正确的方向负重前行。Yeah, yeah, yeah. Ditto, I'm famous, ready go. 我的风格比你 hot, everybody know. Ditto, I'm such a busy girl. 那些嫉妒我的女孩她 ready up. Ditto, I'm famous, ready go. 我的风格比你 hot, everybody know. Ditto, I'm such a busy girl. 那些嫉妒我的女孩她 ready up. Ditto, ditto, ditto. Ready girl, ready girl, ready girl, ayy. Di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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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y. Busy girl, busy girl, busy girl. 跌都是 ice， 跌都是 hot， 新头发新指甲让我像个 girl。跌都是 hot， 就像是把它卡，你就是不愿相信跌宕它。Me and game， 属于我的新世界。I be making it right now， 你看我就是很直接，没极限，梦想没期限，手永远不熄灭。飞来见，飞来见，这味道像世界。开的
时光接着这是我的 CD， 白天和黑夜我都会一样在山里。Money and no bed， 会塞满我的 kitchen。Care about 你输，这是最后一次提醒。跌倒跌倒跌倒，哎 ，Pretty girl pretty girl pretty girl， 哎，跌倒跌倒跌倒，哎 ，Busy girl busy girl busy girl， 哎 ，This is 跌倒 ，I'm on my way。You already know my name. Y'all ready for the mixtape? Ditto, I'm famous, pretty girl. What the fuck, the beanie hat, everybody know. Ditto, I'm such a busy girl. 那些嫉妒我的女孩，她们 ready up. Ditto, I'm famous, pretty girl. What the fuck, the beanie hat, everybody know. Ditto, I'm such a busy girl. 那些嫉妒我的女孩，她们 ready up. Ready up, ready up. 下面这首歌，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手和身体都借给我。OK, DJ, let's go. Need a strawberry cake in the morning， 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去 touch it。Need a strawberry cake in the morning，Need a strawberry cake in the morning. Need a strawberry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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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 morning， 是个加冰的空气，不需要漂亮的芭比，冰冷的就好像 icy lolly。Sugar rush， 一夜都变成冷酷的 razor， 高速度穿梭在无尽的比赛，轻松的超越你赢得的 victor。哎 ，every day so sweet like a jet， 永远好心情 ，I say hi feel like it。Need a strawberry cake， need a strawberry cake，I will never let you steal the magic power on my hand。哎 ，need a strawberry cake， 哎 ，need a strawberry cake， 哎 ，need a strawberry cake。Need a strawberry cake. Need a strawberry cake in the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来不允许任何人去 touch it. Need a strawberry cake in the morning. Need a strawberry cake in the morning. Need a strawberry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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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这是对嘞，瓜真切。咱乡这位单肯中国南吧，参的你，家母草容你草龙兄弟，真正的个用节家是，老爸阿东哥，那把做了几年母是个乐进步就是，咱们搞什么了？对于热爱唱歌的人来说，音乐是他们的旗帜；而对于民族地区的音乐爱好者来说，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是新时代赋予他们的民族使命。下面有请本土民族歌手阿东为大家带来歌伴舞《能卡》，掌声有请。
光阴荏苒70年，阿坝经济社会大发展，藏羌儿女喜欢颜。作为这段辉煌历程的见证者，阿坝广电也是从无到有，由单一到多样，节目覆盖范围不断的扩大，节目内容日益完善，节目质量也不断的提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泉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产自三瑞拉苏西比帕格尔马伊，如果拉姆成拉森比样式进节去，俺为我格尔成了，这设定就单跟中国那吧，你来俺话格尔扬州可能就东个家国内罗萨特最看，你东俺罗你从我格尔扬州年成绩。三块的3.38这个中东西话等，你东我跟罗你从我个讲这个年成绩，你的3.中东西把说，第二所说个政治忙着是比托尼，大俺比我个成那么些，南中国人经济成那么些，根据讲个朋友。阿坝州是全省第2大藏区，藏族人口占泉州人口的55.3%。办好藏语广播电视节目，对于广大藏族群众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阿坝州广播电视台积极调整频道定位，经国家广电总局审批，将原来的文艺频道变更为更加贴合实际需要的安多藏语综合频道。那大卫拉米基政治头版呢，我们当时的这个家就是等啊。我们历史的干办南地把孙子心里头版人比，我从里头版南地样啊，俺里把孙子后面心那啦，俺为我个人成人地赞成的，俺里基本性的人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观看阿坝安多藏语综合频道宣传片。朋友们，我们
阿巴安多藏语综合频道全天播出时长为17个小时，其中安多藏语节目的占比就达到了90%以上，设置了4个剧场，还有4个自办栏目。然而今天我们阿坝州安多藏语综合频道在这里举行开播仪式，可以说对于我们泉州广电事业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的，我相信啊，很多藏族群众对于安多藏族综合频道的开播都是期待已久的。但是，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对我们频道的栏目还有主持人都不是很了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持人，向大家做一个节目的推介，好不好？请拿出你们的掌声，有请我们几位优秀的主持人依次登场。有请。杜热布萨尔比强春的那种，当时萨尔比game tin的那种。阿蒙卷粗尾接的的那个冷，三节更痛，秋冬阿姨玩得了三根。人在上 TV 三根做不难吧？俺那俺可是讲这个年轻坑，我记得来听个三节来听个多怎么听见没呢？现在比都等那把跟到俺这个，这个等家就能我这关键切就完人。俺都俺为诺吃几人么？俺都俺为得吃几事情？俺都俺为我吃几得个样？得个样个俺哇，切等俺也离行个家中。这当肯之后呢吧，俺那俺可是讲这个年轻坑个，我可能承认些。得个样个俺就比切这个来整个多整吧，单纯的讲这个人。前两边都得的俺可是讲这个年轻坑个。我可能承认了，这个等家就弄了国政气势。而今这个罗姆的哪有？内陆接了这的哪有？电动车家看的哪有？城里黑下，确等阿姨等接家不的。这等个咱跟这个那吧，我可了讲这个年轻看，我可了成了个城里黑下是为廉政多怎吧？这是这个多人。弥补多蚂蚁还用大年木，而今吃了多个的鸡，当得问节去，这是中国个老嘛，还用进节去，初当阿姨得起了鸡汉中，这当个咱们可能逐步难吧，年轻吃起那个咱们可能逐步难吧，等咱们可说呢，俺去他东连成那这个边，那么分这个烂鸡，俺可了讲这个年轻看个。我个人承认个，用进节去是比连成的多怎办诺百人。第二呢，从俺出他们那个俺为我个人承认嘛，还懂他不是？扎起的那个点子了，吃懂个错呢。俺为我个人承认接了个多的，俺帮帮他领导，让你接这个呢，千万不得下学中的人。谢谢我们几位优秀的主持人做的栏目推介，相信通过他们的推介，我们一定对我们的频道栏目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啊，
今后我们一定会与时俱进，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秀的安多藏语节目，服务我们广大藏区的听众受众朋友们。没错，接下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是阿坝安多藏语综合频道的启动仪式。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周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兴、四川省广播影视民族语言译制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康巴卫视副总监易西彭措、安多卫视副总监才相、若尔盖县委书记泽尔登、若尔盖县委副书记、县长于开勇、阿坝州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袁礼宗、阿坝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亚东、阿坝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春梅登台进行我们的启动按键仪式。请大家靠近我们的电动按钮前。靠近电动按钮，伸出你们的右手，我们一起倒数3个数，一起按下电动按钮。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倒数，好不好？3、2、1。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祝贺阿坝州安多藏语综合频道开播大吉，收视长虹。也谢谢各位领导，请台下休息。请各位领导移步就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阿坝安多藏语综合频道的开播，也收到了全国兄弟电视频道和知名歌手们送来的真诚祝愿。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中央农村年春季节来看，表改农村开联盟用年，四川省前我看农村年春来环节，我为安给抽对车辆满所订购出版这些的来修谈。来近我看农村年春来环节，恰下卡，也让我大大的配备这些门对手决议，这些来。我们多年春节，我们多玩个兄弟成嘛中国出不了，扎起门灯是白银。我们相信每个老年的年轻的年轻的便利者，联手啊用劲，哪怕我这个强这个让中个，将中国年轻中个，哪里我个才能绿色中国这本，才能你点着是，抓起来了说。我在朝鲜口为我呢。我阿姆多别个修订车辆，我东西巴拉扎西点着动，能把子。绿啦，拿草没比扎西说；深啦，东汉没比扎西说；上点很紧着比扎西说。俺能错落去了，讲这个年轻人跟多人吧，蛮垃圾的呢。你的人错落，我个人兄可就慢慢人们这个那个出现呢。而我为我跟着们你是通过咱们那个什么南特给扎起有点那个希望的呢。切这个成人的你了，压你而大片国内公等培训啊，而家去当困难比有里头这逐步式的呢，等使用的呢，慢慢民族间人才把这的就是扎起没得些。俺为不给听能，为做动作罢了，俺等点点学。你日来，你日也不恰吧，没得学的。刚才可叫某某用着操心呢，我可入住年车空格，俺都给着修订成了东过去罢了，也得点的些。我可俺都给吃了的，
牛人来牛人，亚错结巴达偏见雄越，扎西满的小。我来年纪从那边中国年轻人个差不的，而我俺们都我个兄弟年的，而你是通过三不的点这些，扎西的了。你的呢？你那马头年轻人个里不做永久差不的，起来我这个强这个让中去了，讲这个年轻人个，而我俺们我个接兄弟成了嘛，接听啊通过三不的，阳光啊里边等的，点这些话当差不这个。起来我年轻人个下不着他们去了，哎呀讲从木接近的公里公等陪娃等了，而我为年轻成东个邻里等不着，见着等儿做这个里了，和他们白特些人比，连他那分到永久里了那才没讲了，三吨曾经的比扎听蒙顿西巴耶。当困难的去南边很空上，俺从上年轻人个都是把个样子记忆呢。你从上年轻人个里做用个差别，俺可能盯这个年轻人个，俺们都我可能说点成了嘛，通过这不是这些点着的小当差不个，俺可能盯这个年轻人个，下这个谈起来，让你也打点陪陪没得些。这个毛谈进看不着，俺过了年轻人个年准把上都些呢，你的呢过了年轻人个里做用进差不些呢，俺可能将这个年轻人个。我比我更成了么哈东的不是，老是么难得个扎黑点了小东吃不起个，可我刚日中间吃那个下不着，也让我打点偏边没得些。干货正正年轻空气，我比我更成了，你是中国三不点点些。等那刚是我应付个诺克的爬山，罗马的啥一特个嘞？等那俺妈那前阵刚刚过动物，花里要用带什么？那我可了将这个年轻看个累了难吧？俺我可了接牛年边3块这个难吧？切错对不一个？俺那花里中啊年比年做的对你进多人把他先吃两夜。俺那花里中了年做的对你进多人把啥他接了。这位单比头疼的了，俺为我看成难的，家里他把中这个年平时差不多上产特别，俺你是看等上了，把是点这些。那样俺我可了，我将这个年平了离空了从那边呢，这边我天等俺过这啥12时间，我可了农村节，忙从南了，当然都这啊，年那周围来次的个忙30批呢，忙从节3边这个年给过工位活动的2类是。扎西对了。我可了将这个年轻人个，我给人成了么东古真的，我可也是把是嘛这个成绩个里点着了些车。那么人家看上，那就去等人。听见看上，俺你票给你在做用经给你。听见看上，俺做什么哩？看见看上，俺准备。那么人家从嘛看上，俺了么错人。那么人家看上，俺能还是人。看见看上，俺搞了个西巴江子人。我为今次那什么，就当我有人么那什么。我为今次啥吧，天堂我有人么。我为今次那什么，就当我有人么那什么。我为今次那什么，就当我有人么那什么。我为今次那什么，就当我有人么什么。我为今次什么，就当我有人么什么。你的呢？我为我跟前了东古这边，这是的嘞着，这是的嘞。你这样的你，我为我跟前了东古这边，我他把你这是点这些。可是你的呢？我为这个去了东古这边，这是点这些个嘢。你的呢？我为我跟前了东古这边啦，这是点那个点这些。你这样的呢？我为我跟前了东古这边，这是点这些，这是的了。你这样的呢？我为我跟前了东古这边，这是点这些玩意，这是的了。这样的呢？我为我跟前东古这边啦，这是没得些。再次感谢我们全国各地兄弟广播电视台和所有歌手们送来的祝贺。各位观众，我们安多藏语综合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刚才跟大家已经见过面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安多藏语综合频道的节目主持人个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同事罗巴为大家献唱一首《父母之恩》，有请。有请。给不了比和吃了那把当修个手手的别别家去跟着两句，上嘛公墓的那个。你阿妈那句将为相中的。我从阿语心能个马面扎，你阿妈拉呢，只没能个只马语，我从阿语心那，只为没别多接长语，你阿帕拉语送为拉下的，红阿语心能。用干了给巴连家，你阿帕拉呢？破过那个破过人，我从阿姨心那，只为没别多去唱一。下的我爱一些弄阿连家，先弄个我不先那个，你们先弄个，爸爸先弄个挣钱，我先弄个，爸爸先弄个。你阿妈拉句将为相中的，我从阿姨心能个马面扎，你阿妈拉呢，最没能个只马语，我从阿姨心那，只为没别多去张耶，你阿帕拉句送为拉下。红爱心弄用干了给巴连家，你阿帕拉呢？破过那个破过人，我从那一心那，只为没别多去唱一。
यार चुआ मोका जरा जाती को खाते जाता जगह तुम जाती खाको जाता जी तुम जाती आ साचू साकुरा谢谢。一段精彩的打墙舞之后，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相信他的名字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他的歌曲有《拉萨姑娘》《祝福吉祥》，能猜出他是谁吗？不错，他就是被誉为草原上的百灵鸟的优秀藏族歌手谢旦。早上这位单肯多话那吧，
咱生是为当跟中国那吧，到那个冷沙通啊，哥们个种子地等啊，我有多么老什么着，你们下路更这个呢，年这个这个东镇的人比我个老娃子个我个长米上那是嘞。马其他老娃黑灯着，长米干部个各种子，老娃黑灯干等到当真那直播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舞台的时间留给谢诞。那么蓝军，怎么转起到了？观众群，同么人的你，我为我个，成了么通过送巴拉，让他管你点这些，观众群的你，得这个，我成南巴，也么本地南巴，马赛比，学说说那位，咁多南巴，上嘛，咱们就转起来了，观众群，等那，杨姐的。亲nam chi rewa tarta sewi janche chiyo lang de tadik chiyo sami nyam si jiro tiji chi 그렇지. 사미 역시 내가 뒤지지. 나의 tempe 화냐 모인 치기년 난도 비르가네 대연나 스토요란 예와 마땅wer 세진데 칠라레 연제요 스토요란 예와 마땅wer 세진데 칠라레 연제요
그렇지. sim de ca kia yang ta yin chi chi lin nan do bi yang te yin ma je tu pa wang ka ru ram de yo sim chi yang de chi la be yan yo je tu pa wang ka ru ram de yo xin chiang de chi lam ben yo 그렇지. Pansen en trojer de sim chiang ta nga su chi la lim yo ta pa wang a de cha de re a de cha de se vi je en che en yo ta pa wang a de cha de re a de cha de se vi je en che en yo ta pa wang a de cha de re a de cha de se vi je en che en yo ta pa wang a de cha de re a de cha de se vi je che so en郭振奇，郭振奇，长马车上路见，郭振奇。咱们的你了满城里做，准备谁生产么？生是当年人，都做穿把用啦，个生个这个日子个历史年么是个历天不地比，哪怕做腾腾腾腾不门呢。再次感谢谢旦为大家带来动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由程立错、曲尔旦和羌族舞蹈团带来的节目。首先有请程立错为大家带来《藏家姑娘》，有请。Vandanan baat sama dengan zang.
华珍奇。我的钱。梦上来南北，今儿的刚浪茶江，让听见个浪漫的。今儿的刚浪茶江，让听见个浪漫的。蛤蟆去里切江，一只嗦嗦拉嘎里，小囊奔着汤米，腾着了当拉马。小囊奔着苍米，腾着了当那马索。草苍马牛的，日当日的了起的，三边天的苏起的，单肩的马起的，俺能瞧了路个。你靠下了去的。切当你几万啦，切强做把的门在，下完刚就得讲，让得些那浪咋个？下完刚就得讲，让得些那咋个？蛤蟆去里切讲，一只嗦嗦老嘎瑞，小囊。奔着苍米，腾着了当那马索，小囊奔着苍米，腾着了当那马索。草苍马么的，日当日的了起的，三边天苏起的，单肩的马起的。俺能瞧了路个，你们日了起的，这些他们的路也，你靠下了起的。呀呀呀！
7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我们一起走过；70年繁荣富强的画卷，我们一起描绘。那个节咱错的，主要还拉的是比咱中间地中这个比，俺说年的你，怕啥个样的这个么？我们这儿花季是比抓西点着的是。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举国同庆的美好时刻，我们今天欢聚在一起，把歌声献给祖国，献给人民。俺从咱们的老总习的这里，忙我们啦，你们都晓得呢，一点没办他等着比看样着么样样些。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在州委州政府的带领下，我们将努力建设1州2区3家园的宏伟目标，努力开创阿坝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局面。我从小三吧，当人了么三吧的你，俺从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的说抗言毕，当中央跟谈过的等通知了担保些吧等啊，当个促进这个员工的呢，拉里能踏实些呢，中华美家拉起的家的人安的用了，把真的后面些。朋友们，让我们全体起立，高歌我和我的祖国。朋友们，壮丽70载，阿坝普华章。阿坝州广播电视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出暨阿坝安多藏语综合频道开播典礼到此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还有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到来，谢谢你们。咱上 TV 单看这个吧，你了俺娃可了讲这个年轻看给。我们等起热乎了更难我，地上这边俺娃等到就这边，中国三万我年年老苦等这老不是点着小等，俺为我个真那么看东西比，我这个咋个日子差不多，大大用着就是花样，他的这个这个电灯有声，这是很这这边，这是摩托车。亲爱的朋友们，再见。节目，节目见。有请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上台，和我们的演职人员一起合影留念。有请。
前面的在这。